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一块古早出名台语歌，歌名叫做《怀念的播音员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读做怀，好怀怀第5条怀念的怀。照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怀意思代表藏伫心肝内，咱讲是怀念。另外有心，咱讲怀胎；心肝有疑问未放心，咱讲怀疑。买当讲是可疑、猜疑、犹疑。另外关心，咱讲关怀。另外古早有台语字典写到这字怀，那读做生时读做归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怀念，代表讲心肝头怀想、少念、思念。第2个词读做怀旧，这是一个较文的讲法，代表就是怀想、少念过去的古早味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间餐厅清洁装潢的风格，含手路菜拢是怀旧的气味。要互想要怀念古早味的老主顾客，拢会定定来交关，生理不伤时，拢会当抢滚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怀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